今日去香港仔食艇仔粉，呢一間劉記香港仔艇仔粉呢，就源於1984年。上世紀60-70年代，香港仔有大量嘅漁民聚集，佢哋有自己嘅專屬漁民生態圈，唔使特別上岸，有各種嘅船艇呢喺避風塘嚟行去兜售用品，其中最著名嘅嘢食就係艇仔粉啦。艇仔粉顧名思義呢，就係真係喺隻艇仔上面煮俾你食。而家呢隻艇仔呢，係唔去行嚟行去噶，佢係長期泊咗喺碼頭呢一個位。咁佢左邊呢，就係俾你買外賣拎走嘅。如果你想坐低喺山板上面慢慢食嘅話呢，咁就喺呢一個位度落去，去到最尾落單坐低食嘢。就係咁嘅樣啦，如你所見，兩隻艇仔，大約一隻艇坐到20人左右啦。我當日去呢，其實都幾 surprise，因為全部都係 local 香港人嚟嘅。通常呢一種特色嘅地方，會認為係呃遊客嘅，賺遊客錢，local 唔會嚟嘅。但係唔係啊，全部都係 local 嚟。你睇到佢個船頂係用竹嚟做啊，好靚好環保啊，我覺得。哥哥仔嚟啦，今日嘅主角艇仔粉。我覺得一樣美中不足嘅係佢係用即棄嘅碗，咁我當然明白呢個係慳返唔使洗碗，方便好多啦。但係以我嘅角度呢，如果佢用瓦碗甚至係公雞碗呢，咁風味就加好多分。艇仔粉呢，一般有河粉、瀨粉同埋米粉揀，佢配菜就係叉燒、燒鴨、油雞等等嘅肉咯，湯底就係大地魚湯。咁話點解係配料係叉燒、燒味為主呢？係因為當時漁民日日都出海捕魚，日日都食魚食海鮮，食得多都厭啦，所以艇仔粉係食肉嘅。最重要嘅一個問題係，咁好唔好食先？第一，我行完山好肚餓；第二，我係食個環境同埋食個文化傳承嘅。而出奇地，我覺得個湯大地魚湯底係好好味，我飲晒。至於價錢啦，如果你坐喺度食嘅話呢，就65蚊一個艇仔粉；如果係外賣嘅話呢，就平20蚊，45蚊。正如頭先咁講，漁村係一個成個生態圈嚟嘅，香港就係有好多嘢可以睇嘅。我係 surprise，竟然係 local 為主，冇乜遊客嘅。香港嘅艇仔粉幾乎絕跡噶啦，個相關牌照即係水上小販牌照已經係唔會再發，冇咗噶啦。所以大家想食艇仔粉，想感受下呢回事嘅話呢，真係要嚟香港仔。如果話最適合去香港仔避風塘嘅時間係幾時？我會話係黃昏前後。好彩嘅話，你會見到個天變成粉紅色同埋紫色嘅漸層，你會聽到水聲、海浪聲輕輕咁拍船邊，雀仔喺你頭殼頂飛過。呢一刻簡直係香港仔嘅隱藏版魔法。喺你食完一兜熱辣辣嘅艇仔粉之後，坐喺海濱公園靜靜咁享受呢一刻，可能係你今個旅途其中一個最值得回味嘅時刻。記得 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嘅片啊！我仲有其他片係介紹香港同埋香港仔嘅，尤其是係你想學廣東話嘅話呢，就更加唔好錯過啦。好啦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